台北市是大都头先哦，伫今年开放各种的查甫囡仔会当做公费的 HPV 疫苗，因为即马查甫囡仔哦，为着这款病毒的案例是愈来愈多，高雄市都有议员哦，还有高雄市卫生局应该嘛爱对做。校园内各种查某学生排队要来做 HPV 的疫苗。今年台北市是大都唯一提供各种查甫学生买当做 HPV 的疫苗。有高雄市议员认为高雄市爱对咧做，因为 HPV 疫苗已经是世界趋势，袂当以传统的观念认为女性优先，加上病毒特色，查甫人感染 HPV 几率是比查某人悬，所以应该爱赶快看胎。我觉得第一个 HPV 疫苗的接种版就是世界趋势哈。那既然有别的县市有这样子在照顾自己的国中男生的话，我认为高雄市应该要跟进。下个年度的预算我们要争取，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我们要跟中央反映这部分的需求。其实感染 HPV 的病毒，那女性会得到子宫头感染。妇产科医生表示，不管是查甫也是查某，感染 HPV 的几率都有倍成。男性喙孔也是颔管感染 HPV 的病毒几率是比女性更较悬。2018年，男性感染喙孔癌比例已经超过女性的子宫头癌。颔管癌的癌症，那 HPV 感染时，查甫的感染的几率比查某悬足侪，而且2018年迄个查甫的迄个口咽癌，伊的感染的几率比女性迄个子宫头癌的感染率较悬。目前公市干那各种查某学生会当做公费 HPV 疫苗，卫生局表示，若是要将各种查甫学生纳入注射对象，地方爱负担3000万。未来卫生局会向中央反映地方的需求，目前正在研究当中。记者张友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